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这2天本土疫情强强，互人较紧张，到底是安怎的强强？遮尔严重，民众拢看甲雾煞煞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就是雾。昨小解忙，今仔日小解雾，合起来就是咱咧讲的蒙雾。昨嘛有讲到有一寡台语字典特别解释讲蒙和雾意思无啥共款。今日进一步来小解雾。雾本来意思是讲空气较晚近土骹的水汽，若是拄到冷，就会结做水滴。或者是水蒸，是瓦近土骹的自然现象，像咱咧讲的大雾，也阁有雾气。另外，分化来讲，卖当讲看无清楚，咱讲雾，像讲目睭雾雾，鼻仔看做冷雾。另外，水滚的时，水汽为顶过冲出来到外口，咱会讲汤要雾出来。另外，阁有喙内底有水，阁喷出来，咱讲雾水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雾煞煞，代表讲代志亲像大雾共款，互人看无。第二个词读做麻雾啊光，有人讲是拍扑光，代表天要光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2天本土疫情强强变甲真严重，到底是安怎会安尼？大家看甲雾煞煞。天一个麻雾啊光，各地拢赶紧加派骹手大消毒，防疫情继续拖。今日小解这一字雾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